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1年1月28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11篇，申命记第3章23到29节，罗马书第9章第6节到第8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较分享的主题是袂空空的应允吼。有一句俗语话讲，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啦吼。这是根据台湾国家教育部这个中编的国语字典吼的翻译的解说讲吼，讲话是算话啦吼，袂反悔吼。人讲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吼，意思讲讲的话就做会出来安尼啦吼。圣经形容上帝的特质是讲，因为耶和华是好啦吼，伊的慈爱到永远啦，伊的信心吼直到万代，这是伫诗篇100篇第50个经文啦吼。新约帖撒罗尼迦第3章第3节也讲着讲，但是主是信实的，要坚固恁，保护恁脱离迄个歹的迄真亲像主耶稣教示咱的主祷文的祈祷，讲无叫阮入地试啦吼，着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吼。这是安尼真清楚吼。主教示咱的祈祷。这嘛是因为上帝是信实的，伊的应允绝对无空空啦吼。上帝应允以色列人要将这个因带入去到伫应允之地吼。但是对伫摩西甲遮的第一代出埃及的人，以色列人来讲，这个应允好若亲像永远拢无度够啦吼。今仔日的经文伫申命记第3章23节到29节，摩西跪求上帝，互伊会通进入伫应允之地，但是上帝无准啦吼，并毋是上帝违背伊的应允。其实是因为第一代出埃及的人，因得罪上帝吼，因此上帝旨意要互约书亚带领出埃及第2代以色列人进入应允之地。摩西好若亲像有小可失望，但是接受上帝的计划甲安排。今日经文安尼甲咱讲，总是耶和华因为恁的缘故受气我，毋听我。耶和华对我讲：安尼你够野啦，你无得搁对我提起这个事。你着像毕斯加的山顶，夜目往西，往北，往南，往东，亲目看。因为你决断袂话过这个约旦河。总是你着吩咐约书亚，互伊壮大坚固，因为伊要伫即个百姓的面前过去，互因承接你所要看见的地。对安尼，咱点逼伫你对面的山谷吼。所以，咱会当看见摩西甲第一代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因虽然是无法度入去，但是咱伫这个中间看见一个信仰的传承，也看见服侍的传承，也看见上帝应允的延续，对摩西时代进入到约书亚的时代。但是，却是照上帝的时间、上帝的旨意、上帝的计划安排。咱看见保罗甲罗马教会的信徒所讲的话，伊讲毋是讲上帝话过去，因为对以色列出无一尽是以色列人，也毋是因为因做亚伯拉罕的后裔就一尽做囝，独伫以撒要称做你的后裔，这就是讲，毋是肉体的囝就算做是上帝的囝。独应允的囝，才算做是后裔。可
可能照圣经安尼的字面去看，咱真歹了解即个应允的意思。会通，咱检测会通安尼讲啦，对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啦吼。靠人家己的办法、人的努力、人的做法以及努力所做的，这毋是应允啦吼。对上帝来，这是应允。伊是嘛呢？是人的想法、人的努力，人要靠家己来解决问题。但是以撒却是上帝真正的应允，互一对100岁的夫妇会通家己生上帝的应允的祝福。所以对这个角度来看，咱搁较扩大来思想。所以承受上帝应允的人，拢是上帝的儿女，包括伫以色列人所有的外邦人，搁有你甲我。耶稣基督也捌遮的军队遮讲着，讲天地要废无，我的话却袂废无。这是路加福音第21章33节所讲的。相款的类似的记载伫马太福音24章35节、马可福音13章31节也提到啦吼。希伯来书第1章第10节到12节安尼讲，佮讲主啊，你起初立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所做的，天地拢要废无，但是你却要永远伫地。天地亲像衫渐渐旧。但是将天地卷起来，亲像一领外衫，天地就拢总改变。只有你永远袂改变，你的年数是无穷尽。意思就是讲，上帝伫即个过去、现在、将来，伊拢是共款的，伊是信实的，伊毋是敢若永远伫地尔，伊阁是信实的，是永远无改变的。这是咱咧面对这个世界瘟疫咧攻击的时，咱所需要安尼确信甲把握。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1年1月28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11篇、申命记第3章第23到29节。罗马书第9章6到18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不落空的应许。有一句谚语这样说：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根据台湾国家教育部重编国语词典修订本的解释，就是说话算话，不再悔改。如有道是，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所以说，你说出的话呢，一定要可以做得到了哈。圣经这样形容上帝的特质，他说，圣经，因为上帝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这是诗篇100篇第5节的经文所说的。另外，在新约帖撒罗尼迦前书第3章第3节也这样提到，他说：“但是呢，主是信实的，要兼顾你们，保护你们脱离那恶者。”也有翻译说脱离凶恶了哈。这样的一段经文，其实很像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主祷文的祷告。他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这样祷告，就是因为上帝是信实的，就是因为他的应许必不落空。上帝应许以色列人要进入应许之地，这是长久以来的一个应许。但是对于摩西还有那些第一代出埃及的以色列人而言，这个应许似乎是遥不可及。今天的经文申命记第3章23到29节，摩西祈求
上帝让他能够进入应许之地，然而上帝不准。这并不是因为上帝违背了他的应许，而是第一代的出埃及的以色列人，他们得罪了上帝。因此，上帝的旨意是要让约书亚带领出埃及的第二代的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那是非常明白的事情。摩西似乎有一些失望，但是他接受上帝的计划与安排。经文这样告诉我们：但是由于你们的缘故，上主向我发怒，不听我的祈求。他对我说：够了，够了，不要再提这件事。你上去比施加山顶去，从那里眺望东西南北四方，你要仔细观看，因为你不能渡过约旦河。你要知道，约书亚坚定他的心志，使他勇敢，因为他将率领人民渡河，占领你所看到的土地。于是我们留在伯比尔对面的山。我们不但看到了一个信仰的传承、服事的传承，更看到了上帝应许延续从摩西的时代进入约书亚的时代。但是这样子的一个传承是按照上帝的时间，按照上帝的旨意，按照上帝的计划。保罗跟罗马教会的信徒这样说道：我并不是说上帝的应许已经落空，因为以色列人不都是上帝的选民，亚伯拉罕的子孙也不都是他的真儿女。上帝曾对亚伯拉罕说：唯有从以撒生的才是你的子孙。这就是说，从自然生育过程所生的不是上帝的儿女，唯有从上帝的应许所生的才是上帝的儿女。或许我们从字面上这样看这个解释，我们很难去了解真正应许的意思。也或许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来思考，就是说靠人自己的想法，靠着人自己的努力，靠着人自己想要有办法解决，然而只有以撒才是上帝真正的应许。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就是说上帝的应许是从不可能当中变成可能，从那一对100岁的夫妇的身上自己生下了一个上帝所应许的赐福。所以我们再从这个角度可以更扩大的来思想，可以承受上帝应许的人都是上帝的儿女，包括了以色列人，包括了所有的外邦人，当然这当中包括了你跟我。耶稣基督曾经向他的跟随者这样提到，他说：天地将要废去，我的话却不会废去，或者说我的话却长存。路加福音第21章33节，同时也在马太福音24章35节、马可福音13章31节都有类似相同的记载。他们都提到了这个概念。希伯来书第1章10到12节这样说：要说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要灭没，而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就统统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是的，是上帝是信实的，他的应许永不改变。特别
别是当我们在面对这个世纪的瘟疫的时候，我们更需要有这样的确信跟把握。